在地消息来关心，台南古城区一栋百货大楼昨暗时发生泰路落落来去，撼到下边的一只轿车，轿车有受损害，毋过加载无人受伤。伫台南市中西区中义路二段这栋百货大楼，19号8点半，5楼出现的泰路落来，亲像拳头不讲，这么大地泰路一个红门头落下落的，好在在迄当阵无人车经过，合估警方赶来现场由防锁线，以免个发生事故。泰路落来范围有要到20公尺宽，落来迄当阵有一台进口轿车停伫咧路边，被撞到了，窗仔门破去，车身的钣金也有一寡受损。警方管制中义路、中正路到友爱街路段，不互人车经过。清洁人员伫咧暗时10点外，甲路面拢清理好势。这栋百货大楼是起伫咧1932年，是南台湾第一间百货公司。经过整修，伫2014年重新开幕。因若泰路落来原因，也该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